年廿八大掃除，唔少人都面對清理雜物嘅難題。有公司諗到咧儲物箱嘅寄存服務，其實仲細過迷你倉喎。咁近期生意倍增之餘，仲吸引咗知名投資者，例如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等等啦，提供種子資金。蔣佩賢同佢哋傾過。中意買嘢，但又想喺農曆年之前清理雜物，騰出空間俾朋友暫住，令到 Angel 最頭痛。香港地方每間房都好細，咁所以唔係可以一間房又擺床，然之後又擺衣櫃嘅。頭先買屋就真係太吃力啦，而家咁迷你倉之前有用嘅，但係我有嘅雜物又未至於真係大件到要擺入迷你倉。呢間公司就將迷你倉概念再拆細，提供儲物箱寄存服務。用戶只需要上網預訂儲物箱，收拾好就有專人將呢啲箱運送去到貨倉。為咗降低入場費，就算只係租一個箱都得，最短1個月租期50蚊有找，每次提取儲物箱就收取88蚊運費。搞掂，入好晒箱啦！但若果第二日咧想揾翻其中一件衫出嚟，呢度咁多個箱，仲要去晒貨倉，點揾呢？記得咧喺封箱之前，同個箱影翻一幅相，再上載去到呢一個網上管理系統，之後咧就可以根據每個箱嘅條碼同埋幅相去揾翻你想要嘅嘢啦。公司年初成立，趕及應付農曆年大掃除旺季，近2個星期嘅生意額更加係倍增，市場亦都好快冒起同類型公司加入競爭。但要生存，最重要係解決租金成本。其實我哋嘅箱嗰個大細係統一嘅，咁所以我哋其實喺設計每一個倉庫嗰陣時係可以完全咁利用佢成個嘅實用空間嘅，但係反而一般嘅迷你倉可能因為佢入邊個空間需要留翻一啲位置係俾客人入去自己去提取、自己去存貨啦，咁所以其實佢好多佢嗰個實用率係相對嚟講冇我哋咁高，而因為自己有自己嘅車隊去做派送咧，咁所以其實我哋嘅倉庫係唔需要好似傳統嘅迷你倉咁樣個位置係要擺到係咁市中心或者係特別靠近地鐵站，咁所以相對嚟講我哋喺租金嗰度亦都會慳翻好多錢。利用雲端概念設計儲存實物嘅管理系統，吸引到過千萬元嘅種子投資。據了解，當中包括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公司相信可以同投資者長期合作，會重點投放喺擴充車隊同埋貨倉。下一季亦都會正式推出手機應用程式，方便用家。有線電視記者蔣佩賢報導。香港地方矜貴啊，唔止屋越起越細，連儲物倉庫都越劏越細。就係因為住屋貴啊，除翻開倉租平過尺租啦，點都划算過放喺屋企啩。節目時間夠，聽日再見。